8月底，一本雜誌刊登藝人鐘欣桐一幅換衫相，引起娛樂圈中人強烈反應。呢件事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我俾人偷拍咯。我好擔心佢會有其他嘅相啊，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咯。影視處接獲超過2800宗投訴，破咗歷年紀錄。演藝界集體去到政府總部請願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擇手段，以妨害小市民及藝人人身自由為手段，達到促銷牟利的目的。婦女團體譴責雜誌嘅處理手法，但一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就話：佢哋幅相並唔係偷拍翻嚟㗎。我哋唔係偷拍嘅，我哋係咁樣揾個，即係唔係話有嗰啲咩啊？嗰啲針孔嘅，呢個亂噏嘅呢個嚇，而係我哋即係跳上去喺嗰個影嘅嚇。而呢啲同以前一路做嘅做法咧，我覺得個分別係冇嘅。黎智英話唔會公開出嚟道歉，但就會檢討雜誌嘅編採路線。